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，今后拉清单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，有男有女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，10里山路我不换肩的。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。我是不行的。睁眼说瞎话。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，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你在看见什么了？咱们的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，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在哭什么哭？我们的会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，一次一次，哎呀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。